政壇教父數臭本港政制。I declare this congregation open。回歸前後喺政壇舉足輕重嘅大 Sir 鍾士元，除咗主持下畢業禮之外，退休11年嚟都好少蒲頭㗎啦。上個月佢徒弟李鵬飛終於挨到佢接受訪問，喺嚟緊港台議事論事播出。鍾 Sir 睇嚟幾精神㗎，仲朝朝睇報紙，了解下本港嘅大小事。不過一講起政制發展，佢就有排鬧啊。本人董建華謹此宣誓。本人曾蔭權謹此宣誓。兩個特首都搞到市民怨聲載道。鍾 Sir 話係因為特首冇政黨背景，唔係一人一票選出，只令到政制唔上唔落，不倫不類。仲話係中央唔想香港有執政黨，所以要化解管治問題，一定要俾特首有政黨背景咁話。對於呢班副局長同政治助理，鍾士元仲興話佢哋只係烏合之眾、雜牌軍，對施政冇幫助啊。仲未夠喉㗎，1200人嘅特首小圈子選舉，佢都鬧埋，話代表唔到全香港市民，應該由翻一人一票選出。佢話香港而家嘅政制係中國政府規定，如果行民主，咁樣就行唔通啦，應該俾香港人提出認為適合香港嘅政制至得。即係話阿爺唔應該出聲咯。鍾 Sir 咁多嘢鬧，真係好少見㗎。佢喺之後嘅10幾集仲會講下自己對6·7暴動同中英回歸前嘅角力添。